成长为现在的话，您有想过有一天说，我站在一个地方，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的人吗？我以前应该没有，尤其是最早的时候，我只觉得是我很喜欢出家。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为了衣食住行。我的生命呢，是有限的。我只要拥有的这个短暂的生命，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呢，我就尽量的就是传播一些正能量。赵薇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拥有了影响力，可以影响到很多人？影响力一直都有这样，关键是要给别人好的影响力。那坏的影响力，大家也可能举出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。那当然，就像堪布说的，就是说如何把一些影响力变成一些正面的好的影响力，所谓的正能量传播给大家。大家其实我刚刚在想，正能量这个词儿现在被用的特别多，甚至于有的人说基本上都不用了，说很俗气，就像看不说都快不用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之所以可以这么红，那可能真的是因为它太缺了。你们对于现在年轻人有了解吗？哪些人算是年轻人？年轻人们90后的举手。这么多人冒充90后。就现阶段对你们来说，比如说像我这个阶段，可能有意义的东西就不一样了，堪布也不一样，伊丽静也不一样。那现在对你们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什么？亲戚？就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就是老师说你们这个假期干嘛？我大3，然后我第一个说回家。老师说都大3了还回家，你应该出去实习什么的。然后我说就是怕以后工作了会陪父母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所以我就特别想回家多陪陪父母。你是独生子女吗？可怜的独生子女啊！因为像我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，还有哥哥嘛。就是哥哥，你看今天我爸爸正在做心脏搭桥手术，然后我哥哥就在医院陪着他。那独生子女怎么办？这边还要上班，那边父亲还在医院里手术，真的蛮惨的。我们希望一切顺利。OK， 应该是的吧？对，那堪布呢？应该您好像一直是关注年轻人的。他们现在最关心的，就业啊、感情啊，包括刚才有些人说的一样，自己的家庭，可能在一些哲学啊这方面就关心的人少一点。我就觉得，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像国外、像欧洲那些年轻人？对对对。他们当然可能社会体制他们的保障比较多，他们可以选择发展我自己的爱好，然后他们用他们多余的时间去看这个世界，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，做一些属于自己个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渴望和希望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有这样子的生活，有这样子的幸福感，因为太多在为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一些追求在追求着。因为要不然的话，我可能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全感。你们微博的话，私信是开放的吗？经常会收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私信的内容呢？我没有开放这样的，对，很多人会艾特我，虽然他们不用私信的方式，但直接就会让我知道。所以一般关于我的风吹草动，我一查一下艾特我的，就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跟我有关的，我知道我和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一般会对什么样的事情做回应呢？一般任何事情都不太回应这样的。这属不属于你了解传播规律？也不是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，如果太关注这个东西是一个能量消耗吧。有时候听到声音太多，反而会影响你要做的事情。他说的我还是很赞同。对我来讲，我有这个观点。别人对你的各种声音呢，如果自己身上有呢，应该可以说，因为你的身上存在这些毛病。